要是我從頭揀選下個，明顯都似錯，情感可控制麼？我習慣無人好好待我，唯一傷害過，而且犧牲太多。我若試圖忘記一種痛楚，然而回憶迫使背負更多，寧願你殺掉我，就當我上了一課，做個好心分手，彼此都不要拖。明明你根本稱不上值得我的吻，別再忍，好應該擺脫傷心的惡運，而情感怎麼給踩過也不沉，偏要酷愛着你這壞人，為何我即使給掌摑